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何文田街瑞麟閣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瑞麟閣呢就係位於何文田街嘅，地點呢黃鐘大靜。物業就喺1998年入伙，總共提供24個單位。今日就為大家介紹一個 B 單位，呢一個單位實用面積係有548尺。單位飯客廳呢就係呈正方形嘅，擺放家私都冇乜難度。單位呢方向就係向東嘅，依家就係從客廳嘅窗嗰度望到出去呢，可以望返何文田山道一帶嘅翠綠遠景。呢一隻積呢就係屬於眼鏡房嘅，係有2房間隔。首先呢就係望下主人房，主人房已經係配備咗大型嘅入牆衣櫃。客房嘅面積呢亦都唔細嘅，而睡房景觀呢就係望返何文田街一帶嘅遠景。依家呢就係睇埋個廚房啦，廚房呢做咗好多嘅櫥櫃，預留咗擺雪櫃嘅位置。洗衣機呢就係擺咗喺工作間，浴室整齊企理，有足夠嘅儲物空間。沖涼嘅位置依家係改成為企缸。今日就睇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。鍾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